老實買樓有讚有彈，夠晒地道。依家每個行業都喺度捲緊，發展商都唔例外。除咗捲價錢啦、捲戶型設計啦，依家居然捲成棟樓。89方做3房係基本，但係89方如果做洋房，真係好少有。今日介紹嘅樓盤係金灣興格芳林。先講優點，第一咧，佢都係食自航空新城千億配套，韓小韓中學位。第二咧，小區對面馬路咧就係幼稚園啦，小朋友返學咧2分鐘就可以到，適合我啲做牛馬嘅父母。第三，樓下隔離咧就係街市，咁咧你煮飯前落去買餸都嚟得切。缺點咧就係朝早買餸時段咧人車聲會比較多，咁咧如果需要絕對安靜嘅朋友咧就會差強人意啲啦。89方做3房2衛，中規中矩嘅設計，房間咧唔會超級闊落，但係勝在夠晒用。總結一下就係使170個就可以買板樓，咁同樣嘅地段同埋生活配套又方便。無論你日後要出租，仲係要住，都係好方便㗎。仲係嗰句話，想要睇咩屋，你俾需求，我嚟幫你揾，記得關注我。